年份未數百嘅人咧，就雖則咧係會有啲，即係你個感覺上咧就好似咧好多嘢做，就硬係樣樣嘢都好似做得唔好啊，即係唔係咁順利。但係其實咧能者多勞嘛，即係有嘢做咧都已經係好噶啦。咁所以咧就有時咧可能係會加班啊，即係或者甚至乎係忙到你想轉工咧唔出奇嘅，即係其實都已經唔算係好差噶啦，即係正正常常咯。但係可能係比較忙碌啲。財運咧就都係奔波勞碌去揾錢啦，即係可能係勞心勞力咁去揾錢啦。咁所以咧就成日要度橋啊、諗嘢啊，成日為咗錢啊頻撲啊，即係咁樣咯。所以咧健康咧個人係比較攰嘅，即係勞累啲嘅。咁所以咧多數咧就係唔夠休息。咁所以咧如果唔夠休息，仲要加埋應酬啦，即係又係加埋可能要出差啊，即係嗰啲咧就會變得個人咧係比較虛弱。咁所以咧休息係最緊要，你確保你個睡眠質素係要夠好。咁同埋就係要學識咧就放鬆心情。我覺得咧呢個月份咧我都會比較建議8號尾數嘅人咧，可能可以去個旅行啊，即係咁樣會好多嘅。感情方面咧就係有時咧，如果你太怕事嘅話咧，就變咗好似俾人個感覺冇乜主見。咁所以如果你係一個單身嘅人咧，就唔好咁怕醜，即係可以勇敢啲，就係去追女仔、追男仔，即係或者叫去接受對方，或者去大膽去約會。咁因為咧你太過即係怕死啦，即係怕人拒絕咁咧，咁你呢個月份咧就冇乜料到嘅。咁同埋亦都有機會咧係有伴侶嘅人，基於係太過忙於應酬啊、工作啊，即係忙於揾錢咧，就可能會冷落咗另一半㗎。所以 make sure 你同你嘅另一半咧要溝通好，即係話喂，其實我都係為咗賺錢工作，即係冇咩其他嘢嘅啫。但係咧，如果個另一半咧係覺得你日日走咗去應酬去識其他嘅女人啊、男人咧，咁啊肯定鬧交㗎啦。